到之前就会丧生，现在要到别处去另投名师了。我劝他留下，我要在你面前帮他求情，保证得到你的传法。你胆子真够大的！你当初刚到我身边的时候，就已经把身羽翼3叶供养给我了。现在你住到哪儿去？如果不听我的，就是把你的身体剁成100段，我都完全有权利。如果你坚持要走，你说说，从我家拿口粮是什么道理？比强盗小偷还猖狂！我打你！我打死你这个小偷！这个强盗！我打死你！上师，打死你！你放了我吧！打死你！上师，我知道错了，你放了我吧，上师。这个小偷！快去修碉楼！大妹嘛，你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敢拿我们家的粮食！哼，这个小偷，强盗！文喜心想，现在我要像那若巴大师那样修苦行，为了得到马尔巴上师的传法，他就不分昼夜地修碉楼。可怜的孩子呀，要不是你的罪业太重，我早就传法给你了。好好修吧，我可怜的孩子。大力啊，来，过来。哎，师母，明天俄巴喇嘛和他的眷属来求灌顶，要是你师父嫌你修了碉房还不够，只喜欢财物的话，这次你把这个松耳石供养他，你就一定会得到灌顶。哦，哎，谢谢师母，谢谢。好，我走了。哦，上师大宝，上师大宝。哦，上师，上师。这真是个好松耳石啊。大力，你从哪儿获得的这个松耳石啊？上师啊，
这松耳石是师母赐给我的呀。大梅嘛，我们这松耳石是从哪儿来的？这可真是个好东西。上师啊，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父母考虑到您脾气暴躁，万一咱们要离婚了，这松耳石可以应急，于是赐给了我。眼下这孩子实在可怜，我实在不忍心，所以送给了他。这次请大师把这松耳石收了，大发慈悲，给孩子灌顶吧。以前把他从法座中赶走，使他受了很多苦，现在请俄巴师傅及其眷属也帮我哀求上师吧。上师大宝，请按照师母的请求，给大力传授灌顶和教授吧。没有规矩的规矩。连你大妹妹整个人都是我的，这松耳石当然也是我的。大力，你如果有供养物就献上来，如果没有就别留在这里，请出去。出去。这次我献了供养品，稍微忍一下就应该会获得灌顶的呀。再忍一下吧，再忍一下。大力，你没听到我说的吗？叫你出去，你为什么不走？你太过分了！上师，上师，上师，上师！我跟你说，上师，跟你说，你走，你为什么不出去？啊，上师，你别打我！走，上师，我就打死你！走，上师，上师，打死你！哎呀，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快给我走！上师！孩子啊，大力啊，别伤心，不会再有比你更可怜和更亲切的弟子了。现在你不要哭了，咱们得想个办法，无论如何也得让你求得正法。不要哭了，这已经半夜了，赶快睡觉吧。啊，早点睡吧。我是个不幸的人呐。当初造恶的时候，我有很多黄金，现在求法的时候却这样一无所有了。如果有造罪的时候1半的黄金，我现在就可以求得灌顶。如果没有供养，这个上师是肯定不会传给我法的。没有财物是得不到法的，没有修到有法的人身，与其留着他造罪，真还不如死了的好啊！怎么办呀？哎，我真不如到富人家去当奴仆，存点工钱，定能找到求法的供养。现在就这个办法好点了。哎呀，不要告诉上师和师母逃走为好啊！我现在走吧，那就真走吧，走吧。施主啊，请给我点食物吧。年轻人，你识字最好去念经，如果不识字，去当佣人，也可得到衣食，比乞讨强。你会念经吗？哦，我会念一点儿。那好，给我家念几天经，我给你很好的供养。现在到我家去吧。好的，谢谢。上师啊，
您没能制服的冤家已经走得无影无踪。